你有什么不敢让别人知道的搜寻记录？呃，不敢让别人知道搜寻记录吗？这个好像也没有诶、因为不敢让别人知道我开无痕，然后开一开之后关掉之后就直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的过，然后我自己都忘记了。你有没有什么不敢让人知道的搜寻记录呢？这有点算蛮多人都会有问题，就是的屁股裂开或破皮，到底是痔疮还是肛裂还是皮肤病？因为那其实只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，因为都是过度清洁造成那个旁边的肌肤都破皮什么的。因为我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说，很多人都会啊，很多人都以为是痔疮啊，还是肛裂，但如果有问题，真的要好好去看医生，不要自己乱擦药或乱试，因为医生最后会头很痛。他可能不只是解决破皮的问题，可能你乱做了什么事，他又发炎感染什么，